係無償社工綜援系列第3輯 SPU 都唔知點搞，1500人啊！我以新界西為例啦，天水圍、元朗、屯門一個區，總共有6個社會保障部，一次過喺10月1號掟啲 case 過嚟。咁登記，哇！我揾場地登記都死啦，係咪啊？即係個個都要10月1號開波嘛，即係話9月已經開始準備功夫。9月31號第2日10月1號變天，咁啲客人咧就過檔啦。咁啊正式簽好晒啲文件過檔，咁啊展開佢嘅1小時工作生涯啦。淨係收 case 都收死你啦！點收啊？1000幾人係同一日搞，係咪啊？一人我當一人見5分鐘啊，你都死啦！點搞咧？我都唔知點搞啦，咁樣係咪啊？咁又要安排佢1小時工作喎。我1500人，我當你一個辦事處，係咪啊？每小時一個，8小時都係8個，2個就16個。我當喺榮珍堂咁大啲大教堂啊，咁搞咧，我都要有4間教堂咧，先至容納到。點解啊？一個星期啊嘛，50人可以招呼50人，但有400個名額，4×4=16，係咪啊？咁樣，我當你有4個咁嘅工場啊嚇。咁可能婦聯嗰啲睇垃圾嗰啲垃圾站啊，環保員一次過1500人可以去圍住個垃圾堆啊，防止人偷垃圾啊嚇。咁啊可能做到啊，1小時真係都好。唔知邊個聰明人咧設計出嚟嘅收 case 查好啦，做一個 case。哇！我住喺屯門碼頭，你個中心就喺天北啊。咁啊，我都唔知點嚟啦，搭8個字輕鐵，係咪啊？咁啊嚟咗個登記，好啦，要做，咁啊做洪水橋啊，我當你喺洪水橋啦，咁啊半個鐘頭，等輕鐵8個鐘，車程30分鐘，38個鐘，咁登記完啦，咁我要去工作啦，我當你榮珍堂喺流浮山，搭車去流浮山，跟住再要轉小巴，係咪啊？落咗小巴仲要行5分鐘先到，咁呢啲係唔計嘅無償工作，即係話咧佢有